咁好多啱啱過嚟澳洲留學啊或者定居嘅朋友呢，好多時都會選擇喺網上面咧揾一啲單獨嘅房間居住啊。咁有啲人呢叫呢啲做澳式劏房。咁其實澳洲呢有一個專用名詞叫做 sublease。咁但係好多人唔知道嘅就係呢一種 sublease，無論對租客或者業主嚟講呢，都會帶嚟唔同程度嘅風險噶。咁特別係好多海外嘅業主佢可能根本都唔知道原來自己嘅投資物業係俾人做緊 sublease。咁今集咧就會講下呢種 sublease 對於業主同埋租客咧各自嘅風險啊，以及我會同大家講下點樣可以避免呢種情況，或者出現呢種情況嘅時候點樣可以保障自己呢？大家好，我叫 Alex， 歡迎收睇土 TV。如果你覺得我啲影片有用嘅話，希望你訂閱、點讚同埋幫我 share 出去，同埋記得撳埋個鐘仔一有新嘅影片會馬上通知你噶。如果你收唔到通知嘅話呢，可能要重新訂閱啦。咁首先講下咩叫 sublease 啦，同埋乜嘢人會去做呢種 sublease，同埋邊啲人會租呢啲房間。咁首先業主會將個物業租俾租客 A， 即係所謂嘅二房東。咁然之後呢位二房東就會喺網上面招聘廣告啊，咁將啲房間一間間咁租俾租客 B、C、D、E。咁按照澳洲嘅法律二房東喺將啲房間租出去俾 B、C、D、E 之前係必須要得到呢個業主嘅同意。咁但係業主就唔可以因為多咗人入嚟而加租噶。二房東仍然要負責孭起整條大租，以及負責管理佢下面嘅 B、C、D、E 嘅租客。嗱，聽落去喂，好似冇乜問題喎。咁但係問題發生喺邊度呢？咁現實嘅情況係呢種做法對於業主嚟講係冇乜保障以及冇乜監管噶。咁首先喺審批嘅時候佢就加咗一條條款業主唔可以unreasonably 去到唔批准佢揾租客入嚟啊。咁即係咩意思呢？哪怕嗰個人係啱啱過嚟嘅新移民或者係留學生，冇工作冇收入佢都要批准噶。咁先唔好講嗰啲咩人啦，會唔會破壞你間屋啦？嗱，你啲人住多咗，對你間屋嘅損耗自然會增加啦。但係你又唔可以加租喎。你個廁所一日俾人沖10次同埋20次都會有分別啦。你對門每日俾人開關20次同40次，喂，都會有唔同啦。嗱，呢個仲要係喺跟足規矩嚟做嘅情況之下，好多時呢啲二房東係唔跟足規矩嚟做噶。佢好多時直情唔通知嗰個 agent。嗱，鬼佬 agent 就會好啲，咁但係如果係一啲華人嘅 agent 咁呢種情況係更加惡劣噶。我哋遇過有啲蠱惑嘅租客啦。咁我遇到一啲情況就係我出租一啲4房嘅單位，咁出奇地我就收到一啲學生嘅申請，而且仲係得2個人，咁佢哋聲稱話係情侶啦。咁我就發現，咦，唔係好 make sense 喎？你哋2個人點解要租間4房嘅單位呢？咁根據我嘅經驗呢類人就好大機會會喺攞咗間屋之後將啲房間分租出去，而且佢唔係一間房住1個人，佢哋分分鐘會一間房住1個人、2個人、3個人，甚至乎4個人。嗱，條數好易計啦，佢收到嘅租金分分鐘係業主嘅1倍以上，而房屋嘅損耗、維修保養全部由業主埋單。對於業主嚟講，梗係唔着數啦。咁譬如你個廁所原本可能有20年嘅使用壽命，你住多咗2鋪人、3鋪人，咁你嘅廁所嘅壽命自然會縮短啦。咁另外萬一出現問題嘅話，喂，保險公司有機會唔賠噶噃。而最大嘅損失就係你間屋係會俾好多人摧殘得好快啊。咁業主有啲乜嘢可以做去保障自己呢？咁最關鍵嘅都係揾一個專業而可靠嘅 agent。咁業主有2樣嘢可以做嘅。咁第一樣就係善用呢個租賃法。咁雖然話業主係冇乜權力去選擇呢個 sublease 嘅租客，咁但係業主係可以限制sublease 嘅人數嘅 ，make sure 佢個物業係冇overcrowded， 即係冇太多人過多人喺入邊居住。咁譬如一個2房1廁嘅單位一個合理嘅居住人數係2至3人。我試過有個租客租咗個2房1廁單位，咁佢就申請要求將一間空咗嘅房間sublease出去。佢嘅申請係多次俾我拒絕噶 reject 噶。
咁原因係佢要求咧就加2個人啊，加多2個人入嚟居住，即係連埋佢本人啊 total 咧係由1個人咧變成3個人。而我拒絕佢嘅理由咧係因為呢間屋只係得1個廁所，你咧最多咧係加1個人嘅啫，咁2個人咧 share 一個廁所咧就比較合理。咁租客咧係好唔開心，仲揾埋咧呢個政府人員介入。咁結果咧，租客咧係好失望嘅，因為政府人員咧亦都係認同我嘅說法。呢間屋咧，因為得一個廁所啦，咁合理咧係最多咧就係可以容許2個人居住，3個人咧太多啦。咁原本咧態度好囂張嘅租客咧，突然之間咧就變成一隻鵪鶉咁樣啊，就冇聲出啦。咁另一種方法咧就真係好睇啊，你幫你放租嗰個 agent 啦。咁譬如咧，我會幫業主咧把關噶。咁頭先個例子就係我咧就明咧就係放緊租一個4房嘅單位。咁因此咧，我會 expect 一個4至6人嘅家庭申請。我亦都會review 佢哋嘅 background，睇下佢之前咧係租緊乜嘢類型嘅房屋。如果我發現，明得2個人，而佢咧就要求主動要求咧租一間4房嘅時候咧，我就會提出好多疑問啦。咁特別係如果佢係更加係持有一啲學生簽證或者臨時簽證嘅話咧，咁嗰個風險係數咧就會幾何級咁樣增加啦。咁當然啦，我亦都遇到一啲情況，就係佢本身咧係一啲有錢仔有錢女，我 check 過佢嘅銀行 balance 有6位數字、7位數字以上，佢真係可能會租一間3房，一間房攞嚟做書房，另一間房咧攞嚟擺衫，一啲都唔出奇噶。咁如果業主發現租客咧喺未經你同意之下咧，先至揾啲A、B、C、D 嘅租客咧入嚟租嘅話咧 sublease 嘅話咧，你係有權咧立刻咧終止呢個租賃合約噶。咁但係如果你嘅租客咧係跟足 procedures 咧揾啲人入嚟居住嘅話咧，作為業主嘅話咧，你係冇辦法噶。咁由於法例上咧係容許二房東咧將啲房間分租出去噶，咁市面上咧就有部分嘅租客咧就利用呢一啲嘅法例啊，佢分分鐘唔需要交租之餘咧，仲可能會有錢賺添啊！咁真係咧有啲人咧係會以個人名義租幾間屋噶，然之後將啲房間分租出去噶，連工都唔使返啊！嗱，去到呢度我哋嚟講下你同二房東租房有啲咩風險啦。第一個風險當然係保險啦，因為咧你個名咧唔喺嗰份主合同入邊啦，咁萬一嗱聽啲講去發生啲咩冬瓜豆腐火燭之類嘅話咧，咁保險公司可以以各種理由咧拒絕向你支付賠償噶。咁第二個風險就係你交俾二房東嗰啲幫即係嗰啲押金就唔係擺喺政府個 trust account 入邊噶。咁當你退房嘅時候，二房東會以各種理由扣你啲幫，甚至乎1蚊都唔還翻俾你你都攞佢冇辦法噶。因為你本身同二房東係冇一份正式嘅合同，而呢個幫唔係擺喺政府嘅出售坑入邊，亦都冇收據。咁第三個風險就係好多呢啲所謂嘅二房東佢本身都係持有學生簽證或者臨時簽證，佢哋可能會向多人要求預繳租金，然之後收完錢之後突然之間買張單程機票翻去自己國家人間蒸發。咁由於你同業主之間係冇一份正式嘅合同噶，咁因此業主係可以隨時踢你走噶。咁所以盡量嘅話我哋唔好租一啲獨立嘅房間，咁最好就同2-3個同學仔加埋一齊向業主直接租一個合租嘅單位。咁又或者你租房嘅時候就直接同業主租，咁盡量就唔好揾所謂嗰啲二房東放出嚟嗰啲劏房單位啦。喺俾錢之前最好同業主簽住一份租賃合同，以及要求業主攞出呢個身份證明，證明佢係呢間屋嘅業主。咁自己影張相留個底。咁萬一發生啲咩爭拗嘅時候你都有證據向業主追翻你嘅幫啦，甚至乎索取一啲保險上面嘅賠償。咁最後我戴翻個頭盔先嗱，我就唔係一個有牌嘅律師。咁有關啲法律問題你最好就諮詢呢個持牌嘅律師。我嘅分享純粹係根據因為我作為一個 agent 一個地產嘅經驗同大家分享嘅啫。嗱，今集就分享到呢度，有用嘅話就歡迎你俾個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我哋下次見，拜拜。